2025年啦11月30日，亦都回顧翻呢幾日嘅大市同埋個股嘅情況嘅。黃金美元啦，咁上星期都講咗啦，呢啲位 support 嘅，做到爆邊三角啊，各方面嘅話咧就會利好噶啦。都自動出信號啦，重點就係自動出信號線呢，就係量化自己畫埋嘅。免咗咧不確定嘅人性，左畫右畫條拉未必一樣嘅情況。納斯達克指數嘅MAP數已經出咗啦，見到炒底啦，呢啲情況就呢啲好靚啦，炒底繼續維持喺個 support 嘅上邊啦，OK 嘅。恒生科技指數啦，就係一個下降軌，等緊出信號，因為突破到就最好啦。恒生指數嘅話咧，曾經突破 open 等於 high 跌翻落去唔得，跟住依家等下可唔可以再 break 到呢個位置？但係最大問題呢度就有個 gap，最緊要就係 fill 埋個 gap 就最好啦。個股狀況啦，中國鐵塔上個星期都講咗啲 trade idea 啦，依家維持 keep 住啦，因為始終佢都冇穿特別嘅情況就維持嘅。理文造紙啦，就因為整體行內嘅紙業問題啦嘅價格問題啦，都講咗啦。自動出數就自動買入啦，跟住就先升啦，跟住就自動出數信號啦，信號出咗，依家等下可唔可以再 break 啫？金融紙業啦 keep 住。信號繼續有喺度，未穿位就冇走到。中就集團嘅話就睇下可唔可以穿到呢個阻力位啦，穿到阻力位嘅，哇都靚仔嘅，我覺得都。就成條橫區啦，就希望有打爆到啦，到時係就聽日咯，可以留意下呢隻就。呢一隻嘅話就都幾勁嘅，因為始終佢喺啲半新股。個盤方面比較乾身啲嘅，但係咧最大亮點咧就係呢個位置啦，就大概7% 左右嘅止蝕風險啦。如果當日上貨其實好少嘅，1點幾個止蝕位嘅啫。回報嘅話咧就61%啦，呢個都幾癲嘅都係。廣汽集團啦，最近講咗車展啦，佢就發布咗大概係10萬蚊左右嘅一部嘅新車啦。引致到股價會上升嘅。亦都係同時間有個 gap up，信號都出晒啦已經係。其實最大優勢真係自動出信號可視化俾大家睇到，跟住就係咁樣買入啦。亦都之後未做翻 S 未落翻去 low 咁樣咯，都非常之好。美股嘅話咧就係 MGM 啦，最近 Christmas 啦，都出咗信號嘅已經係。愛芬奇嘅話就業績，曾經咧佢出咗淡嘅信號嘅，之後咧就出咗業績啦，業績就向好，即時炒上20% 度啦，嗰個回報率就 Walmart 啦，就係 Black Friday 跟住同埋 Christmas 啦，就消費嘅情況利好嘅應該都係，好似仲有啲科技因素啊，信號出咗去啦。INTC 啦，炒底信號啊，呢啲藍色都出咗嘅。目標價啦，呢個就最大亮點嘅，1、2、3、3日中咗呢12%嘅目標價。本身攞緊幾多？攞得最多都係4%咧，係搏緊12%，好勁。Amazon 啦，呢個再位依度，跟住信號就出咗嘅。META 跟住就突破到啦，信號出埋 Cospa 搞掂，跟住就 TP1 仲睇到 TP2 睇呢啲位置，或者 TP3 呢啲位置啦。Tesla 嘅話咧，突破到朵依巴嘅信號出咗嘅，守喺呢個咧414都 OK 嘅。今日咧仲有一隻3條92，普普馬特 keep 住噶啦，因為普普馬特係國家推消費啊嘛，跟住仲有其他政策因素影響嘅，馬上出咗，跟住 keep 住兩日時間啦。雖然未到230都差唔多，用兩日時間咧7% 回報，跟住再拉高嘅，兩日時間大概8% 回報到啦。
咁啊，承擔風險咧就攞呢支 Barget set 翻嚟攞3.0咯，你當4.4%到啦。咁啊，今日差唔多啦，嗰個週報回顧就。